海班長，你唔使驚，其實每個貨櫃下面嘅4個角都有一個叫做半自動鎖嘅裝置，將上下2個貨櫃牢牢扣實，確保貨櫃即使受大風浪影響下左搖右擺都唔會跌落海㗎。同埋船隻出航前，船東會買定海事保險，保障航行運輸途中可能會出現嘅風險。另外，如果船隻喺航行途中受到損毀，視乎唔同情況，船舶管理公司會安排船隻靠岸時進行維修同補給。終於到達香港啦！等我搵人接我哋入港口先。咦，係我要搵嘅領港船同埋拖輪啊！呢個時候，我哋需要領港員上船幫忙，因為領港員對當地海港有好深入嘅了解，從而可以幫助船隻安全咁駛入，同埋靠泊喺香港港口。而本地拖輪就會根據領港員指示，由側面推動船身，協助貨櫃船安全靠泊碼頭。之後再喺香港港口卸低杯麵，交俾貨運代理，再轉交到杯麵代理商手上。然後杯麵會再經陸路運送到各位屋企附近嘅超市同便利店。我好感恩呢份美味唔只得我一個有機會品嘗到，一直傳嚟世界上有海運業，仲有各個單位一齊合作，我哋先至可以將呢個咁好食嘅杯麵帶到香港人手上。其實海運業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，而且背後仲有好多專業人員支持㗎，快啲加入海運行列啦！